Hello，我係 Sammy。呢幾日大家心情咧都好沉重㗎喇，一場大火咧就奪去咗過百條人命。其實自己咧都冇乜心情去做影片住㗎喇，咁啊反而想諗下點樣真係可以咧幫助到一啲受影響嘅居民嘅。今次咧就好多香港人咧都好有心啊，捐錢啦、捐物資啦，仲要好自發性、好高效咁樣去到現場咧，去幫啲受影響嘅居民啦。咁啊覺得香港人咧仍然係有同舟共濟、獅子山下嘅精神嘅。咁啊而家見到咧啲物資都足夠啦，有啲人都呼籲唔使再捐啦。咁啊反而災難過後，居民之後要面對各種現實嘅法律問題啊，例如業主出租咗層樓俾租客啊，而家咁嘅情況，租客仲使唔使交租啊？可唔可以提早解除租約啊？仲有就係買火險咧，賠唔賠到㗎？如果份火險按咗俾銀行，賠償係銀行收定係業主收嘅咧？咁啊家居保仲有邊啲可以索償到咧？做咗逆按揭嘅業主仲收唔收到年金咧？咁啊，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好實際要面對嘅問題啦，要花啲時間咧去理解嘅。咁啊喺呢啲情況之下咧，都相信咧一啲受災嘅居民咧都未必有心情去揾資料啊，去理解啊。但其實呢啲嘢都係急切地需要去做嘅，即係例如好似申報保險都要30日之內搞掂啦。咁啊，所以我不如出條片，講一啲法律上面必須要知、必須要留意嘅事啦，幫佢哋整理好，等佢哋唔使煩啊嘛。咁呢個影片咧嘅內容咧，主要係嚟自公益法香港嘅一班義務律師嘅資料啦。佢哋好好啊，已經好快速咁樣整理咗啲資料咧，喺一個 Excel 表裏邊嘅，咁啊好詳細嘅。但因為資料眾多啦，咁我就徵詢咗公益法香港嘅同意，可以咧轉述佢哋當中一啲有用嘅資料嘅。咁啊，當中啊抽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出嚟啦，同埋綜合埋網上一啲有用嘅資訊咧，去整理俾一啲受影響居民啦。不過都做個聲明先啊，雖然呢啲資料已經做到盡量準確㗎啦，但都可以只係作參考嘅啫，唔代表係法律意見嚟嘅。咁啊有需要的話咧，都係諮詢返專業人士啦。首先就要講講租客同埋業主嘅責任問題。如果居民係租客咧，發生今次意外，可唔可以要求租金減免呢？咁啊，其實好視乎嗰張租約咧有冇包括一個條款嘅。咁如果咧因為個單位唔可以使用或者可以喺裏邊居住而暫停支付租金咧，有呢個條款的話咧，就自然唔使交租啦。但其實喺一般街上面買到嗰啲租約 sample 啊，又或者地產代理安排嗰啲租約啊，其實未必咁明文規定有呢個租金嘅寬免嘅。咁啊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去同業主嗰邊去協商下啦，咁睇下可唔可以酌情處理㗎啦。咁啊，直至到個單位維修完先至再搬翻入去啦。咁啊，不過今次雲福苑咧都係嚴重受損害嘅，大家見到維修都隨時要好長時間啦。就算維修好，租客都可能唔想再住喺度㗎啦，以免觸景傷情啊嘛。咁啊，其實租客咧都可以向業主提出終止租約嘅。咁啊，因為咧租約通常會有一個條款咧，就講明如果咧個單位係因為火災或者其他意外而嚴重受損的話咧，係可以用呢個條款咧提前解除租約嘅。咁啊，又或者因為咧個單位已經咧損壞到咧一個地步，係根本冇辦法執行到個租約嘅義務啊，因為你都冇咗間屋。咁因為呢個情況咧，都唔係因為雙方嘅過失，而係因為一啲咧不可預見嘅外部因素去導致嘅。咁就可以用合同受挫失效呢個原則咧嚟自動終止呢個合約嘅。咁如果終止租約，業主可唔可以沒收咗租客個按金嚟維修單位咧？嗱，答案係唔可以嘅，因為按金咧係用嚟承擔租客對業主造成嘅損失啦。例如咧交翻間屋嗰陣啦，發現有件電器損壞咗啊，又或者你有幅牆穿咗啊，又或者有電費未交喎，咁啊業主咧就會可能用呢啲按金嚟扣翻啦。不過今次大火咧就唔係因為租客嘅責任啦，租客咧係冇義務咧去承擔業主呢個損失嘅，咁啊所以業主咧就絕
絕對唔可以扣起租客嘅按金嘅。今次火災租客嘅財務損失，例如啲家私電器燒咗啊，又或者有人身傷害啊，咁業主又使唔使負責賠償嘅呢？嗱，除非咧可以證明到呢個火災咧係由業主疏忽引起啦，否則咧一般情況之下咧都唔可以咧就咁樣去索償嘅。不過如果個租客咧有買到家居保，咁其實咧就可以向保險公司嗰邊索償翻個財物保障啦。至於業主嗰邊又有咩可以做到呢？咁首先要睇睇大家有冇買火險啦。咁火險咧係保障個樓宇結構啦，好似頭先咁講，就係牆啊、天花啊、地板啊、門窗啊，就係大家去睇清水樓嗰陣見到嘅嘢啦。呢啲就係火險包嘅。火險通常咧都係根據一個重建費去賠嘅，實報實銷。最常見咧就係大家咧買樓嗰陣做按揭啦，銀行咧就會強制咧你買一個火險嘅。火險嗰個投保額咧就係用嗰個按揭額去做嘅。即係你借銀行400萬就要買400萬保額嘅火險啦。但係重建費用咧未必用晒嗰400萬噶嘛。咁如果其實重建只係需要200萬嘅，保險公司咧可能都只係賠嗰200萬嘅啫，唔會賠晒400萬出嚟嘅。除非成層樓係 total loss 啦，咁就真係咧有可能咧賠到保額嘅上限啦。但係換個角度啊，如果保額咧只係得150萬，但係重建費用要200萬嘅，咁唔夠賠，剩翻個50萬咧都要業主自己去承擔翻㗎啦。呢個情況咧，可能咧就係出現喺一啲已經供咗好耐樓啊，剩翻幾年就供完層樓啊嗰啲情況啦。因為個保額咧就會隨住個按揭額越嚟越細啊嘛，咁就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啦。仲有一般嚟講咧，火險賠償都會有一個自付額，即係墊底費啊。可能要俾翻一小筆冧心嘅費用，又或者重建費用嘅10%或者15%咁樣啦。睇翻個條款啊。一般都係咧邊個高啲就會取邊個嘅。另外，如果你份火險真係因為咧做按揭而買的話咧，通常嗰份火險咧都會 keep 喺銀行嗰度嘅。賠償咧其實係會直接去咗銀行嗰度，就唔係落業主袋嘅啦。如果層樓真係 total loss 賠足晒嗰個保額的話，理論上你應該唔使再供樓噶啦，因為嗰個火險已經賠晒啦。如果大家係近幾年買新樓咧，好多時屋苑嘅管理公司都已經買咗火險㗎啦，保費咧就會攤分咗喺管理費嗰度，所以銀行咧都冇要求咧業主要加購呢個火險嘅。不過雲福苑咧係舊嘅居屋屋苑啊，就應該管理公司唔會幫業主買火險㗎啦。已經供甩咗層樓嘅業主咧，而佢又有買到火險咧，重建嗰筆費用咧就係賠俾業主㗎啦。不過無論咧你份火險咧係自己嗰度啊，定係去咗銀行嗰度咧，索償咧都係要由個業主去申請嘅，因為投保人都係個業主而唔係個銀行啊。所以提醒翻個業主啊，記得搞火險賠償啊，仲要索償咧，通常都係要30日之內咧就同保險公司報備嘅，所以都唔可以太遲搞㗎啦。頭先講嘅火險咧就係間屋嘅框啦，但係裏邊嘅家私啊、個人財物啊、裝修啊，火險通常都唔包嘅。一般嚟講咧，要買家居保咧先至會有呢啲保障。又係啦，要喺事發之後30日內咧去申請呢個賠償嘅。通常呢啲財物咧就要影相啊、有單據啊、實報實銷嘅。但係而家咧好多財物都燒晒啦，單都冇埋㗎啦，相又冇啊，咁點搞咧？之前保險業聯會咧都發咗個通告啊，就話好多保險公司咧都願意特事特辦嘅，可能喺提供唔到單據啊、相片嘅情況之下咧，都有機會賠到嘅。都係講句啦，有買家居保的話咧，先聯絡咗保險公司報備先，報完之後保險公司咧自然會有人同你跟進㗎啦。好似而家咧都話有啲銀行同埋保險公司咧，一見到咧投保人嘅地址咧係雲福苑的話咧，都會主動聯絡翻個投保人咧去睇下使唔使提供協助㗎。
咁啊，家居補充咧，仲有幾個保障咧係有機會用到嘅，有一個就係清理碎礫嘅費用啦，仲有就係因為意外要搬遷新居嘅費用啦，仲有就係臨時居所嘅費用嘅。咁啊，有啲人咧要出去租酒店啊，或者短租一段時間噶嘛，咁每日嘅租金咧就可以透過呢個家居保去 claim 翻㗎啦。咁啊，有啲計劃咧仲可以包埋膳食費啊，甚至係寵物嗰個臨時住宿費添。所以大家先了解咗自己嘅權益啊，又或者咧打電話去問翻自己嘅 agent 啊，睇下咧有邊啲可以殺上到先。至於咧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咧，就會為大維修去買一個工程保險嘅。咁啊，新聞都有報啦，原來咧就係中國太平香港咧就承保咗嘅，保額上限就係20億。咁啊，當中嘅財物全險咧，咁其實淨係保個大廈嘅公眾地方損毀，即係例如大堂啊、走廊啊、外牆啊、電梯等等啦。咁啊，另外呢份保險咧，都有第三保嘅，即係工程對他人造成嘅人身或者財物損害咧，都可以透過第三保去賠嘅。不過咧，第三保嘅賠償都要牽涉到呢個法庭嘅判決啦，咁保險公司最終賠幾多咧，都係要睇翻法庭點判嘅。雖然咧，而家警方同埋有關當局咧，仍然調查緊火災嘅起因啊，以及責任誰屬嘅問題。不過受災嘅居民如果可以證明到自身嘅損傷係由他人嘅過錯或者疏忽所造成咧，係可以透過民事訴訟咧去提出索償嘅。咁啊，索償嘅範圍咧，除咗真係財物上嘅損失啊，受傷後嘅醫療開支，仲有咧就係因為今次災難承擔個痛苦煎熬啦，以及失去親人嘅精神創傷啦，仲有生活便利喪失嘅損害賠償啦，仲有如果有收入嘅損失啊，喪失咗工作能力嘅補償啊，受傷之後嘅護理費用等等咧，都可以就呢一啲方面去索償嘅。咁啊，好重要啊！受影響嘅災民咧，係唔需要等到案件結束嗰陣先去申請呢個民事索償㗎，即係件案進行緊都已經可以申請㗎啦。咁啊，人身傷害嘅索償咧，就必須要喺訴訟因由之日咧3年之內提出嘅，而財產損失索償咧，就必須喺訴訟因由之日起6年之內啊，財物嗰方面。咁所謂訴訟因由咧，就係損害發生嘅日期啦。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大火發生嗰一日啦。如果過咗呢個期限咧，根據第347章嘅時效條例啦，咁啊嗰個索償咧就有機會咧就因為過咗時限遭到禁制嘅啦。咁啊，所以一定要喺時限之內提出索償啊。咁啊，索償都要有一啲文件去 support 嘅，咁啊財物就冇辦法啦，燒晒啦，咁大家只可以憑記憶咧去諗翻有啲乜嘢係損失咗啦。咁啊，至於其他物件咧，有可能係一啲之後嘅醫療收據啊、病假紙啊、收入證明等等咧，咁啊證明因為火災而影響到你嘅生活啊、收入啊，咁就可以攞嚟做一啲證據嘅。咁啊，若然真係不幸啦，有呢個精神上受影響嘅，例如有呢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啊，又或者患上抑鬱症啊、焦慮症等等咧，都可以出示翻相關嘅醫療記錄嘅。記住，有啲收據咧可能會甩色嘅，大家都要影低翻嗰啲收據啊。當展開咗訴訟之後咧，申索人咧係需要出庭應訊嘅，咁大家可以親自出庭啦，又或者聘請代表律師都可以嘅。咁啊，一般嚟講啦，如果經濟有困難嘅人咧，係可以申請法援嘅。咁啊，如果財務資源咧唔超過449620蚊，咁就可以申請咧普通嘅法律援助計劃嘅。咁啊，如果超過449620，但係唔超過咧2248110蚊啊，咁就可以申請呢個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咁啊，如果事件中真係有親人不幸離世咧，親人咧都可以代表死者咧去提出呢個索償訴訟嘅。
咁啊，另外啦，今次事件咧都有見到有啲外傭係不幸罹難嘅。咁啊，根據香港法例啦，所有僱主都要為外傭買勞保嘅。所以今次如果真係有外傭不幸離世或者受傷咧，僱主咧都要喺事發之後14日之內咧就通知勞工處㗎啦。咁啊，如果係人身傷亡，仲要喺7日之內添。咁同時間咧都要向埋保險公司咧去申請呢個勞保賠償嘅。咁啊，若然外傭咧就冇受傷啊，又冇性命危險啊，但係因為僱主咧已經咧冇咗個居所啊，點辦咧？因為法例規定咧，家傭咧係要同個僱主住埋一齊噶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個外傭咧唔會因為咁咧失業嘅，佢嗰份僱傭合約咧係仍然生效嘅，但係咧，佢仍然都要同個僱主一齊咧搬去呢個臨時住宿嗰度住埋一齊啦。但係因為咧今次事件咧真係比較特殊嘅，咁勞工處咧都可以咧確認喺呢個臨時住宿咧有啲寬限嘅，咁啊唔一定跟足僱傭合約裏邊嗰個住宿標準啦。即係例如真係冇辦法啦，要搬開啊咁樣，咁都可以通知翻勞工處嗰邊嘅。咁啊直至僱主真係揾到一個新嘅永久居住地址嗰陣咧，先至再提交翻呢一個叫做 ID 407G 嘅表格咧，就通知翻入境處個新地址。另外咧，有朋友見到宏福苑事件之後咧，佢有申請逆按揭嘅，佢就問我啦：如果宏福苑假如真係報銷咗啦，冇咗間屋，逆按揭係咪仲可以收取到年金咧？咁啊，根據 HKMC 嘅資料啊，如果真係發生咗層樓倒塌啊，或者證實不能夠再安全使用咧，就會觸發咗到期事件嘅。咁啊，貸款機構係有權終止安老按揭㗎，即係唔再派年金嘅。都正常嘅，佢俾年金你咧係基於有層樓你按咗俾佢啊嘛，而家層樓消失咗啦，自然成個合約都唔成立啦。咁終止咗個合約，唔單止係唔再派發年金咁簡單喎，貸款機構咧係仲有權要求咧全數清還你攞咗嘅按揭貸款嘅。咁啲貸款咧仲要計埋利息㗎喎，所以係有機會咧多過你攞到嘅年金㗎。咁不過做逆按揭咧，都好似咧申請呢個買樓按揭一樣嘅，都係銀行要強制買火險啦。如果層樓 total loss 咧，火險係會賠咗筆錢嘅，但係呢筆錢咧就會用嚟償還翻逆按揭嘅貸款，有證咧先至可以攞翻嘅。但係如果火險嗰筆錢唔夠還又點咧？佢份文件咧係冇講到點算嘅，呢點咧都要留翻俾 HKMC 咧去作進一步嘅解釋啦。不過我自己個人就推測啦，有機會好似買樓按揭咁樣，業主如果最後都還唔到錢的話，嗰個差額咧係會由 HKMC 去承擔嘅。其實公益法香港呢個文件咧，仲有好多資訊嘅，裡面仲有啲遺產承辦啊、債務同埋按揭嘅安排啊、業主嘅權利等等啦。我只係抽出一啲咧，可能係比較有用啊、比較多人會用到嘅事項啦。所以如果大家想再知多啲詳細啲嘅的話咧，就喺我影片嘅資訊欄咧，我都貼咗咧有關呢一個 Google Sheet 嘅連結㗎啦。咁啊，大家咧可以自己咧 click 過去睇睇啊。咁希望呢段影片咧都可以解答到一啲受影響居民嘅問題啦，釐清自己嘅權益啦。我都了解到咧，你哋可能仲需要一啲時間咧去沉澱自己嘅。咁啊，雖然咧賠償咧係冇辦法彌補咧失去親人同埋家園嘅哀痛啦，但都希望咧都可以減輕到生還者嘅經濟負擔。祝願大家咧都可以早日走出呢個悲劇嘅陰影嘅。